阿生讲要开一间店，李龙苑有马萨。你唔可以做调假样的呢？蒋小丽本人叫去嘿。每年前锋包、来听错包、安泰包。谁每年就你命调的啦，等家人就好命嘞。妈妈，你后面嘿，这个什么哦？态度是两晒有家庭的，唔好转来的。你也都叫安尼，就开始用样啊，都无爱你调。哎呀，安尼有白无？有哈。哈，恁着早来食，好不好？啊，乖乖哦。安尼好不好？嗯。啊，你讲多啦，讲多啦，讲多谢多谢。啊，你讲小丽槟榔啦。哎呦，不是小丽槟榔。小丽阿姨，啊？你要会记得起音哦。这啥？哎，这假食的呢？妈妈讲，我嘛会用的。哟，啊，饲偌济哈？大工饲遮尔济，食济敢袂死哈？好啦，啊，啾啾，小丽阿姨，啊，你遮敢有鸟鼠？我遮无鸟鼠啦，恁去7号9号迄边看卖啊，迄边足济哦。小香诶，来去。啊，紧去。You, I love you。小丽阿姨，跟我来。阿姨，阮敢会当家己钓两鸟鼠？两鸟鼠，好啊，因规工咧田棚走来走去，吵死啊！啊，你若真正当聊了去哦，我一只5块。哦，我搁加5块。真是了，记得。阿珍哎，you 按多钱哦？嘿啊，我做做带有酸啦。太太。啊来哟，有鸟鼠啦！啊就了去，尔念破甲大声做声。哎呦，你毋讲话较大声的，较有人去入来。小香诶，莫讲咯。呀，迄嘛该跪天无？因为有按就露出咯。呀对啊，记得露出哦，叫囡仔去搭台去哈。记得露出，呀就迄样嘛该做到啊。老鼠夹呗，还有施工所分的老鼠药诶，毋是钱诶。错啊，今年迄灭鼠年，姑嫂做得做到暗度。嘿哦，然后老做哪去得得？等下啦，呀就要注意哦，莫是行业拄还唔伫诶。迄公司都不考叫要动粗呢。也迄是咧老主药的，我做到有贡献的铁缝死啦。嘿哦，有按好用哦。呀就含迄老不考变变咧亲亲仔咧啦，对冇？弟，唔着去健康室，迄着当吃。小香来去。
洗伤的很宽。也迄爸爸老妈妈结婚的相片的。妈妈跳摆动江。系啊，迄有双时节妈妈看起来运动好。是啊，迄看起来唔好嘿。原来爸爸妈妈条班没有谈恋爱。谈恋爱。嘿，小三小爸，来食饭哦！啊，好不？来食饭好不？咕咕咕，好来食。嘿，阿珍哎，啊？应该洗卵啊呢。有看到无哈？无啊，我无看到人啊。来吃看，快吃。爸爸，你内底？有呢。你这我来这无几工就生人，小丽阿姨，你最搞的啦。哎呦，什么小丽阿姨就搞，两个是我生的啦。哦，阮这豆干厝呢，气氛这尔好，鸟啊甲人拢嘛同款，拉不啦，谈恋爱啦。阿珍啊，安尼你有欢喜无？有。有哦，小三小八生两嘛有欢喜哦。有啦。最大，ここだ。はいはい。よーし。おいや。どうだ。ついたね、鈴木。赤い看板。だね。はい。綺麗でしょ。オッケー。いいね。はい。じゃあ。橋本さん。はい。そことここで。そこ。あ、終わったね。でやっぱりねあったんでいいんだ。あそこで待つって。あ、オッケー。大丈夫。はい。じゃあ行こう。行く。来たね。いいね。かわいいわこれ。じゃあ選んで。次。いや以后吧。お、これ。好きめ。じゃあ俺はそうね。そうだな。かわいいな。我在，对娃子。哎呦！哇，那你穿啊，等，行，我车拄洗好尔，莫安尼好无？哎，等，你若真正要踢，你踢我就好，你莫踢我的车。来，你搁真叫要踢落，你真踢落。哎呦，那这么好啊？看新车呢，就爱搿种管销。唔是啦，这度我跟朋友合作做伙开的客运车，我就想讲吼，我会银行无咧做事的时阵啊，我都加减趁啊。恁家有迄个等的哦，卡米上不哩啊好趁的。是哦，啊是讲我足久无出去佚佗安尼。呢，啊这毋较简单，等下你等下收收的，我带你来去食宵夜。你讲阴暗嘛？啊。啊，你免开车做生意哦。啊对吼，当然嘛爱啊。啊，毋过我20分钟载人客载几落逝，我转来哦，你等下还袂收好啦。是哦。系啊。你开这车这么好赚是？毋是开车好赚，是阿本仔的这部最好赚。阿本仔的这部哦。啊。哦。衫穿好啦，你笑啥？你想啥物啦？
想啥物啊？你是咧？啊，人要出来，唔紧去。哦，对吼，哦，这么紧，你看，阿本仔咧做代志哦，就有效率。哦，别人咧，你家己上有效率啦。嘿。さよなら、バイバイ。鈴木もモテてやってもいいね。あ、どうもてさんどうもどうも。橋本さん、ここ。あ、気持ちいいよ。あ、黒田さん。よかったよ。よかった。鈴木も喜んじゃって。そうだよ。最高。じゃねえよ。いや、本当によかった。ありがとう。ケイさんもありがとうね、本当ね。ああ、もう本当最高だね、もうね。いや、でも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れは何これは？これは台湾の有名な槟榔ですよ。あ、これが槟榔か。そうそうそう。あ、そうか、鈴木これ槟榔だって。いっちゃう。食べそう。じゃあこれを这有槟榔啦。綺麗だ。あんた綺麗だね。这个我听有啦，你讲你足水。哦，迄个ありがとう啦。你食无？食べる？はい、食べます。好啦，这好。硬いねこれ。哎呦，唔是安尼啦，你就安尼剥有无？剥的，吞落，唔是吞落去啦，你剥的屁底有。噛んで噛んで。哎呦，爽诶！你快快，紧的啦！讲家己是要吃你咧，较紧的啦！あ、橋本さん、これ。あ、あ、给走。呸！嗨，大丈夫。好，安尼啦，对啦，美味しい哈。哈，好食。綺麗ね。迄个，这叶啊，这钱啊，どっち？こっちよ。这叶啊，好啦，我订这较油的、较青的，互你。あ、私。 20。20元。นี่那鈴木。好，谢谢。啊，来了，这两面互你。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再见。多谢啦，さよなら。谢谢啦。有效。再见。要叫你本你，有那足够。ありがとう。さよなら。秀。さよなら，さよなら。好困哦，再见啦，好。头家娘，卖鸡头家娘，头家娘啊！哎，头家娘。哎呦，哦，啊你是？我昨昏搬恁兜对面做铁匠的师傅啦。哦，安尼哦，你好，啊有啥物代志哈？我是要食鸡啦。哦，安尼哦，啊你要抬好的，还是还袂抬的？当然嘛要抬好的。来，你看卖啊，你早起哦现抬的啦，嘿。你看倒是只？鸡啊，我都不要紧，无你帮我紧啦。安尼哦，这只啦，这只哦绝对好食，你转去煮你就知影。这只。嘿。好啦，你生干你水，我相信你啦。220啦，算你200啦，吼。安尼啊，多谢你，多谢。哎，袂啦。你食看卖啊，吼。好，多谢你。多谢啦。多谢你啊。嘿。你敢記得我？
种嘞，为这头安尼切开无？哈，啊，这规了安尼就用切的。上诶，你个咋六满功法啊？哦，又讲又笑咧，唔知见笑，这个你唔知见笑。啊，時間だ。哦，哎呀，要行吗？いや、時間だ。好好好。そうか。ありがとうね。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な。また来るから。ね、よろしくね。好バイバイね。好啦，好はい拜，好，拜拜，はい拜拜。記得。好啦，好，再见啦。拜拜。さよなら。有这够水的人啦，马蛋是啥物啊？哎，惊死笑！你冇变鬼哦，有变鬼投胎的。阿本仔哪过来啊啦？啊，这两天逐工来是安那？啊，你搁甲迄个洗目尾哦？哎，我咧做生意，我爱甲啥物人菜无，爱甲啥物人菜无，你管得济啊？你管上济啊？你我在做生意哈？表的，你就是表的。甲迄度，甲你头壳一空啦，你无救啊啦！我就是讲你真正收骹洗手无要做啊，牛空较北京嘛是牛啦，啊那，才过无2天尾溜就走出来，咧上了，敢就一定爱众人徛你才会爽是毋是啊？啊，规气安尼好啊啦，你当收收的啊，搁转去趁啊，倒咧趁较赢啦，趁较济啊，好无？讲话啊！歹势哦，我一时火大，话拢讲出来啊。即款歹听话，我之前咧教好听得济。你有啥物特别的吗？是咧啊，话讲较实，你莫生气。用的啦，我耳机的吼。传说的就该传说的，拄到自古米就当起来，唔系变弄就死啊！莫等呢，老小你严格哦。你有咩唔严格啦？老跟日本的祖国大念怪，哪个跑哪去的？喂！哎呦，做生意咩？人人较细那一下又唔会用诶。迄讲清楚，我唔爱得按呢，你迄个谈的叔叔的，我休记，迄个无买咧。小丽上到暗讲，当然会有男美人像吴颖用的碰碰鼻咩？傻，我欠的迄小丽。老唔讲啦，赚钱咩？本人命一下又没少一点药，佢拄到日本人佢要抢走嚟少少的听听，佢无限走地讲嘛个？小丽来啦，来啦，
坐呀，你看，坐啦。小丽都冇用诶，你个太难要硬欠嘛该喏。哦，硬去尾家啊。阿嫂。你坐到过啦。坐较过啦。我知影是安怎你会生气啊啦。是哦。怕你就怕啥？啊！搁会听无？是的啦。囡仔伫楼顶啦。我巴肚枵啊啦。巴肚枵。阿嫂啊。我等啥？等下手机请你食饭去。食日本料理啦。哎呀，哎呦，快紧，要食啥？叫我在哪？王运展，简单的人来讲，硬来见到老鼠，迄影就伫豆角树作转来，系嘛？啊哦，进来进好胆哈，偏爱个前世哈，你要人来欠死张反你，系嘛？钱呢？统统放开！爱讲钱呐！买东西谁退了？放开啊！谁退嘞？你要用为暗号使喏，大家都叫乌鬼用的，俺迄无鬼影就失报哈。好，等西要的补习做人，俺扣下盘。我大学压大啦。我嘛干啊！哎呦，好啊啦，佫毋是啥物了不起的代志，莫遐尔歹啦。莫遐尔歹，讲白才搞骗呢。晓个嘛该懂事哈。乱就快摕咧啦，条嘛要唔铺的，含拿去跌下去。真紧来哦。唔会去甲批考呢啊，哈！厝摕咧啦，快摕咧，硬球哪样嘛个调下来，叫几百年嘞，穿毛钱还大宋啊饲了，哪一班硬球啦？好啊，就囡仔嘛。囡仔干那会晓饲啦，袂晓清洗，臭甲要死。看嘛个，哪迄班硬球啦？还有哦。计则计话哦，每人也不用客哦，晓伊也着忝都忝死的，暗晓得上。娘诶，你今麦个免洗啦哈，你拢会注意到的哦。你有个穿身嘛个用的哦。咱莫摸去找吧。这副你也还蛮快，是去毛体嘞。以后哈，爱当上去爸爸隔壁那不考，不过嘛改。
来，较等者啦。小丽阿姨，小丽阿姨，这鸟啊吼，我来饲，以后莫互因食假的饲料啊。阿珍诶，这钱你摕咧，去你阿 Q 遐吼买一寡鸟的饲料。有你卡，因食了，真正会生出鸟仔囝哦。小丽阿姨都是啊。阿珍诶，卡叔讲吼，真正生出来，迄鸟仔囝同款嘛是算恁的，好无？小丽阿姨，好啦啦，阿姨知影，阮阿珍诶是上乖上听话的囡仔，世上诶嘛是上乖上听话，好无？阿姨知影。那安尼叫我带走哦。啾啾啾啾啊！讲 I love you, I love you， 欢迎光临啊！因为我有约到东西，喊等一下哦。娘肚的。爱陪妈妈看。妈妈还忙着来。用摕咧，爱再讲迄娘。娘，你老唔叫我去娘，好，下娘家就会做来。师兄诶，好娘嘛，叫做唔得娘。咦，就是他！好啦好啦，是他唔啦。等一下，爱陪妈妈看。就是这一家啦，是他偷拿我们东西。什么？我看看。偷拿我们家的东西，就是住在这里的人。就是他偷拿我们家的东西。就是他偷拿我们家东西的啦。慢点啦！哎，歹势，什么代志哈？他偷拿我们家的东西。谁？就是那个啊，那上面亮亮的，就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东西。这个。
的东西。谁？就是那个啊，那上面亮亮的，就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东西。这阿珍呢？阿珍，老板出来！做乜解？唔过来，阿问你迄唔迄带西上迄片孕妇看哪东西？迄个拿的，唔是世兄的，明明就是他拿的。妹妹，不好意思啦，我们家妹妹她头脑有问题啊，她不知道什么事情啊，不好意思啦。做乜解？按你讲世兄的，赔钱本记出好的啊。赔钱本记，你有钱吗？你讲起嘛来发，你莫存钱来，讲几多遍呢？也唔顾好西上哎，讲几多遍哈？好了好了，小孩子不懂事嘛，以后不要再来我家拿东西就好了。妹妹，哪一个东西是你的啦？来，那个亮亮。滚来呀！算了，走了走了。不好意思啦，以后不废了啦。你们去呀？世兄的，他一摆做唔得拿骗嘅东西，对吗？你見本應係咪死咗嘅呵？唔係喎，我死咗。你啊，係你。做唔得好起來，媽媽不會打你。迄個婆媽媽啲娘有一個模式，我會本幾大事嘅。你。世兄誒，唔好講我講呢個說法，我做地講，你做唔地講。來，即打開來，打開來啦哈，打開來啦！唔得咪拄安尼啦，唔好喺細個嘅，拄喺外婆媽媽打。又很用的啦，你要你个吵嘛个？王运珍，你根本又唔記得本西上是要的，係嘛？錯，我發誓嘅，我冇顧忌嘅，佢冇喺細個嘅，死得嚟出翻嚟啦。照顧西上的，茫然照顧呢？迄個唔係硬嘅無負責任嘅阿爸，佢每年睇到要按辛苦。西上的，好起來，落去使用的，唔是虧的，來。基本院去甲翕好狗，然後翕牙好狗，很當然。行嘅幾下年咧，行啲愛兩個去嘿，牙好狗比娘嘅好狗遠多誒。當然都會例如當然誰翕好狗，牙真真地翕牙好狗，懂份呢？調燒哦。冇喺收唔咧。
叫啦，人讲笑的。喂，阿超诶，太子哦，冇个事情。阿传的啦，阿传咧讲哦，佮上老唔面对面讲清楚啦。太子，根本伊迄讲唔许你打电话来哦，我就留电话哦挂脱的啦。是啦，我知啦，见面哦，见面人也唔会打了电话啦。嘛事情就要下马传来去甲伊解决啦。佢又咩生人呢？你开得一口，没有去一家去啊，系咪？我都无限啦，我无时间哦，留佢见面啦。哎呦，你就留佢见面一下的啦。系咪有麻烦你就留佢讲啊，爱打佢爱骂佢就随睬唔咩？呀，传嚟佢就想留面对面讲清楚啊。行咧都得有自己嘅想法啦，又冇人要逼你。我啊，愛講就來講啊，聽講伊都提不卡啦，肯幾來啊？好啦好啦，今日就安尼啦，阿傳你講哦，吼。好，先安尼哦。也喺台北新闻院庆功宴的家叫老传门店。怎么解唔得个有意思啊？迄两样我提炼师，我说爸爸买做那本年的事，妈妈没有，那边上好。酸的，原来不是什么事哎。也遐多流行卡拉 OK， 失棒也就上去唱歌嘛。我希望。好啊好啊。哥，唔要真好唱歌的嘿。妈无去，还是无去啦。好了，下礼拜再过去啦。啊。应该就爱上网图书哦，爱读妈妈的话，不管新史诗，都注意啥啲新闻。哎，本日就听份报纸好冇？安尼俺下周记就唔是在勾起老人家脖子诶。好好好，我转去哦，就听报纸。爸爸，你自说。原来太子讲过的，我唔会离婚啦。迄只有老爱讲，不过我还是希望唔会答应。离婚过后，见面免无像亚汉的。亚汉的，亚汉的形容啊。我查查的啊，恐怖咩？免嘛去太严肃。嘿啊，我很黄哦，我免做得安尼讲啊。生日呢，见来见菜的。生日呢？唔也较关心个，迄唔过骗个生日呢？我母卡个死的哦，无阿爸管的啦，有啥嘿？我承认，不过没做唔对嘛，听我对生日的关心。生日呢，都各种各种的，除咗世上的，其他什么功课动重要。对我来讲，负担挺重的。我拢唔讲啦，我唔惊啦。我亲见人嘅日嘞哦，我都爱过来啦，我以后绝对唔会离婚啦。
离婚的事情，我希望你再给我好好考虑。还有，我想要带你来生你的家。你想带走哪个？都决定几万呢？你在用的钱，没好同伊讲，最冇分一笔钱啊。我会再给你钱。秀。你他给你们，他给你们，啊，黑道。I love you, love you。他给你。阿嫂。你母亲唔是做啥？唔是。哦。你给做嘛干？你有看到小丽冇？小丽，唔係伫檳榔店的。阿娘，你冇看到佢哦。啊？阿娘，你冇看到佢咯？佢做去哪咯？阿娘要뒤咯。來去看一看。阿嫂。佢等日本人，才來參機。我想小麗唔知我本人偏冇。有一個講呀，老人講唔會啦。小麗哦，冇騙人就好誒，本人騙。因為唔會，小麗按單純。按單純？哎呦，你真正唔係見嫌佢，娘誒，也下關心佢了。哪有啦？哪冇？
更关心人，就会分佢猪啊，做分佢看呢。唔係嘛個玉樹臨風阿勇說。唔係啦，那係為情所困阿勇說。小麗，橋本。はい。迄個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拜拜。啊，OK。拜拜。はい。一心三拜，信女小李，祈求阿弥陀佛会当保庇咱大家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大家拢平安顺利。啊，保庇这哈西摩托。ここは綺麗なところですね。綺麗ほう、有無？台湾は本当に綺麗だと思います。うん。あなたも本当に綺麗だと思います。你講話？我綺麗啊。綺麗。多謝啦。私は今年48歳になります。うん。日本では、長距離の運転手をしています。トラックです。トラックの運転手をやっています。你嘛是塞トラック的？トラック？はい。トラックの運転手です。長距離の運転手でありまして。はい。爸爸很。はい。哎，我去拄着这塞トラック的。你哪里？リンナーレ、はい。ラー汤啊，有無？我真美味しい啦。ああ、美味しいですね。はい。はい。僕は山形に家を持っています。学歴も頭もあんまり良くないのですが、よろしかったら一度山形の方へ来ていただければいいと思うんですが。はいはいはい。どうですか？はいはい、拢真歹聽無啦。本当にぜひ一度来てくださいね。その時は僕がお目に上がります。はい啦。私がなる。来帮我吧。好，来，你在家哟。哦。小丽啊，小丽，喂，你做到暗呢，我起来呢。谈的咩唔顾，生理咩唔做。啊哦，都上古的呢。哦。今后你本影片啊！老李多牛哎！你嘛干？离婚的事情啊，我爱讲的都讲的啦，不是提亚大宋事件啦。我牛做很老的。来哦，头家娘看卖啊哦，这敢会讨价啊！再去现台哦，头家娘看卖啊，再去现台哦，招我食哦，头家娘看卖啊哦。这银行还在得起。这敢会讨价哦，看卖啊！
我记到清楚啊。 100万，人家成年就想赚到100万。下个月去考用针的，伊真的真晓得，要提出这副感情。我带你离开这个所在，咱总要找一个无人识在咱的所在。迄讲爷爸爱等伊个生意走，唔会嫌。俺と結婚してくれ。 爱过家，温柔父子，我等天降的雪，爱恨舒服的自由，不讲怕，天天的戏。 爱讲怕，永不爱伊。爱讲怕，伊的路路好贵。台风的世界，天风高比。 凉风的世界，来回转来。